那就这么定了，名字想好，我这本书就开始出版。成嘞，毕先生，等我盘个好名字，就告知你。感谢感谢。好嘞，您慢走。好。我填满了。不能贴对称点啊！你不知道我是处女座吗？我们不是要来？职业素养还有没有？你贴成这样对得起客户吗？啊！嘿，干嘛呢？嘿，我抽你们！哎，啊！哎呀，这谁干的？谁干的啊？您这是招惹谁了呀？他给你搞成这样，要不是我来的，卑鄙呀！小人，不达目的不择手段，把我的老宅搞成这个样，哪还敢有人要啊？什么？王叔，您要卖宅子？您这卖了，我这摊儿可找谁租去？我也是被逼无奈。小金呐，你说我这老宅如果要是搞一个风水鉴定证书，是不是更好出手啊？哎，王叔，要不是我租您这地儿，镇着您家这风水，可能早都祸及滔滔喽。哎呦，不行，不要买，不要买。作孽呀！我费尽半生，就是为了能让他面试。可是他们为了让我妥协转让，将我逼得如此的境地呀！哎呀，您这是忠心报国，公难及，舍家忘死救群生啊！可是他们都想一家独大，肆意定价，啊，简直无视苍生，无视苍生。既然这样，我自己来。你不能死啊！我自己来。哎呀，您这可真是不为繁华所诱，不为名利所扰，才是真正的医者仁心啊！惭愧，惭愧。哎，要不这样，大哥，好了吗？好了，贴。好的，完美。给我贴正了，歪的不斜，正的斜。是老板，是。听见了吧？这些东西往哪搬？哎，什么哎？3天前你们得叫我金总。那，轻点儿，轻点儿。那我挂了啊。我也要走了。哎，对了，毕先生为你的书名想好了没？哎呀，这事儿我怎么给忘了呢？哎，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啊。那就不如叫难念的经吧。相搏。